礼拜时间已经到，咱请走到。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也。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找到接纳。咱即时来吟诗圣诗第151首，圣诗第151首。主要我爱周群你，主要我爱周群你。咱起立，咱来唱全首。
徛咧用使徒圣经当做咱信仰的告别。咱信徒圣经伫圣诗的头前页，咱三个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伫在世女玛利亚来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在全能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会众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文伫第8篇，启文第8篇暂时也是4篇23篇，我来启三个来用。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心的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恩典之外，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咱三个额头来祈祷。是阮创造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你竞选阮成做主你的儿女，有份伫你的圣工，特别是今仔日。阮也通过你的带领，迎旨接受今仔日的圣日，互阮每一人会当备办的心，用谦卑领受上帝你伫阮中间的作为，到伫你面前要来敬拜、服侍伫你的中间。主啊，当阮通过阮今仔日这经文，也对阮的帮助甲启示，特别是阮今仔日，阮有基甸会主日，阮也有通过你所呈现的。阮老上川长老到伫阮的中间来讨放伊美好的信息，互阮搁一摆结合阮家己本身，诚侪阮的帮衬，伫阮信仰的路站跑走，搁较有快乐。愿你的神也甲伊三个同在，用油抹伊的喙，互伊伫遮传讲的信息有快乐甲智慧，互阮会当每一人领受，到了后，互阮得到激励，伫阮的信仰的顶面搁较坚定。愿你的神甲阮三个伫咧，但阮也要为着阮桃园教会徛起伫桃园的所在，也要诚做光塔来照亮济人，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担任职责，进入社区来调和济事项，引带搁较济人来认捌你，加添伫阮的团结甲小组，诚做教会帮手，结出济美好的果子。有主你的看顾甲祝福，赏赐互遮的首长干部。温上加稳力上加咧，伫每一人的家庭、因的事业、因的工作，以及的心灵拢得到健全。主啊，阮也要为着济病痛身躯的肢体，愿主你由愿伸出神的手，以及医生的医治，互遐无伫共款病痛身躯兄弟，会当一直得到医治，早一天阁恢复因的健康，回转到因的家庭，以及阮的圣会三个来敬拜、服侍伫你的中间。阮也看见失丧的兄弟，愿主你愿安慰因，得到安慰。软正软弱的，愿主你愿坚固因，互因刚强壮胆，伫众人的面前来诚做美好的见证。主啊，当阮要过来的日子，愿你有愿看顾伫阮每一人的中间。当阮恭敬将今仔日这个聚会敬拜，对头到尾，仰望交托伫你主手中。愿你圣神伫阮的中间。当阮将这个聚会交托伫你的中间，对头到尾，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免。咱三个来看三位的圣经。三位圣经记载头一位的圣经是历代记下14章第29、第4节。伫旧约的圣经476面，
历代记下14章第20到第4节，也是行耶和华以上帝看做好、做正直的事，因为伊除去外邦的上帝的坛甲山头坛，废遐个雕像。14节，带遐个亚瑟拉，佮命令犹大人找耶和华因列祖的上帝，遵趁伊的律法诫命。第二位的圣经记载伫历代记下16章第9节到第10节。因为耶和华的目睭伫全地看来看去，既若专心伊个，伊要显明伊的大开力，帮助伊。伫即个代志，你所行是戆，因为安尼以后你要有交钱的事。第三位圣经记载伫历代以下16章12节到13节。亚瑟王39年，伊的骹有破病，病真伤重。判病时无求耶和华，独独去求医生。亚瑟王41年就死，甲伊的列祖三角困。愿主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咱即时要来赞美咱请福兴区的原住民儿童合唱团，因有2首诗《诉情曲》跟分奏上。
咱即是要来正道，咱正道请刘尚川长老，刘尚川长老要来正道，伊的题目是三蕊安打的残局，三蕊安打的残局。牧师、各位长老、各位执事、各位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主的疼，互咱伫神的主日，会当伫遮来敬拜上帝，并分享借着主的话所成就美好的事工。过去咱教会长期以来，拢对阮基甸会真大的支持，甲为阮来祈祷。我伫遮代表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台湾总会。伫遮向各位请安，伫遮甲恁感谢，甲恁致谢。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经文，我甲号一个名，叫做三雷安打的残局。特别开始的大先，咱由完搁一遍来献上咱的感谢甲祈祷。亲爱的圣神，今日即时恁在阮中间，亲自使用你卑微的罗卜来证明你宝贵的真理，也求圣神包括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灵。凡对你的话得到快乐，对你的永远的真理得到喜乐，并下面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来见证主的听甲荣耀，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咱拢大家拢捌看过棒球比赛吼，棒球若要得分数的时，第一个条件你就一定爱送垒，但是你送垒了，你无一定就是会当得分，你必须要对。垒包第1、2垒到3垒，然后跑回本垒，你才会当得到分数。当我咧读迄个阿瑟的故事的时，我发现阿瑟王伊一生对头的2/3的时间，拢真疼上帝，真敬拜上帝。毋过到是伫伊尾站的时，伊煞离开上帝，煞无追求上帝，所以真可惜，伊改成亲像。到三垒安打，当伫三垒变成一个残局，所以我今仔日用这个题目来和各位来做来思考，对阿瑟王的心上，咱来学习如何敬拜上帝，甲如何来警醒，互咱真做是咱的帮助。阿瑟王是以色列国、北以色列国甲南犹大国分裂了后，南犹大国的第3代的这个。国王伫伊做国王的时间，伊有拢总有41年的久。历史学家讲，伊是一位真好的国王，因为阿瑟王虔诚来侍奉耶和华上帝，遵行耶和华上帝的律法诫命，除偶像，而且佫带领百姓来敬拜上帝。但是你徛着咱信仰的立场来讲，伊晚节不保，伊到晚年的时，伊煞无。守这个诫命，无守这个信上帝这个约这是算作失败的。就亲像咱的棒球比赛，你讲到第3垒，你无法度走倒来本队来得分数，是非常可惜。那约撒王呢？咱大家来看，伊安怎来敬拜上帝？伊做王的时，他是行上帝看做善、看做正的代志。除了外邦的神明以外，伊搁在拍歹迄个。外邦人的神庙，拍水摆咧迄个神像，迄个石头上，而且呢，佫将迄个阿瑟拉的迄个查某神的迄个偶像，把它打坏，把它烧到迄吉伦斯的迄溪边，阿瑟王因为伊安尼真侍奉上帝，所以上帝真欢喜，所以他是成为一个上帝喜悦百姓拥戴的这个国王，伊毋但热心来敬拜上帝。而且伊也是要求全国的百姓爱来侍奉耶和华上帝。凡是若要敬拜耶和华上帝，无论大小，一定拢爱处死。各位兄弟，咱身为一位基督徒，咱不管是一定爱用着咱的身份、伫社会地位，也是咱的好的名声，来为咱的主耶稣基督做好的见证，将咱主耶稣的义、甲伊的公义、甲伊的疼心。来显明伫这社会中间，互人来认捌咱的主耶稣基督。伫我迄个还未退休以前，我伫邮局服务啦，我在邮局服务。
我伫迄个邮政总局家己客户段，我咧做主任客户。啊，每一年会到迄个7月的时，我的同事拢会我要求讲，报告主任，让我们在那个对我们3楼那个女儿墙的里面来敬拜好兄弟。我讲歹势，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办公的所在地是一个圣的一个所在，不准任何人在遮我敬拜鬼神，绝对袂使。因为安尼，所以阮遐个同事大家拢伫咧7月时，拢无伫阮的办公室内面，还是伫外面伫遐咧敬拜遐7月半的好兄弟啊。后来我到去到即个上帝的保守甲祝福，我调去到高雄做高雄的集合段的主任。伊家己客户段的地界是伫婚姻关、甲嘉义县区、到18间邮局，到台南的时，范围搁较宽，因为伊邮局搁较侪，有100几间的邮局的业务的集合，所以伫遐的是有人我拄到烧伤的问题，遐同事拢要讲，主任啊，7月时，互阮带内底拜好兄弟。我说不行，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的上班的地方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是绝对袂使有伫遮迄款的伫遐咧拜鬼神的即款动作。我因为安尼，我甲伊讲，伫恁出去业务检查的时，无论伫行路还是咧坐车，拢总上帝阮的主耶稣会甲伊保守恁的平安，所以恁放心去。所以我伫遐在高雄的时间、甲家己的时间，拢无拄到即款二担当的代志，拢无发生即款意外的问题。所以咱有迄个机会，就爱讲，就咱迄个以斯帖，伊即个圣经嘛，甲咱讲，伊讲，迄个摩底改对迄个王后以斯帖安讲，敢毋知你今仔得到即个位，是为今仔即个机会嘛？哦，因此你今天得到这个位分，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所以咱今仔日如果伫社会上咱有啥物款的名声，还是地位，有机会，咱爱为咱的主耶稣基督做一个好的见证，上无将咱的主耶稣的听，甲伊分享出去。虽然我伫甲伊要求讲袂使过落，但是我退休的时，我无引带因来信主啦吼，这是我做了亏欠的所在。毋过我上少，互我遐的同事知影讲，基督徒是咧无咧惊鬼神的啦，因信基督的人都不怕鬼神的，吼。后来我伫上帝的祝福的下面，我升起业务长，甲真顺利，甲退休。所以我退休的时候是1级业务长，这是上帝的恩典，一切荣耀归于上帝。伫这个小王伊真认真来敬拜上帝时，上帝就予伊一切拢得到真好的恩典。伫迄个历代志的下卷14章的第50到第60有安记载：国家太平，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国家太平，无战争，因为耶和华上帝赐因平安。各位兄弟，平安这2字，毋是咱会当随便会当争取到的，因为这是对上帝来的。世上的荣华富贵，拢总无法度互人有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平安是属天的宝贝。你甲看，有当祝福起来的人，伊讲伊有平安无？他不一定平安，因为心灵上的平安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咱有当时定咧讲，见面平安真好。基督徒会晓用这句平安来称安，代表上帝恩典伫咱的身上，上帝祝福伫咱的身上。所以咱基督徒见面，毋是讲你食饱未，是讲你有平安无，祝福你平安。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恩典，是咱所得到，应该哈利路亚感谢主的。这个第2项就是事事来行通。扫王伫国台面安尼时，伊毋是干安尼尔，伊都安尼落力来建设国家，做围墙，加强迄个国防设备，互百姓得到安全。伊专心爱靠上帝，上帝就赐伊事事行通，享受福分。可见热心来侍奉上帝的人，
上帝必定会赐福伊。哦，第二项我们要来思考就是讲上帝的帮助。古实王带领军兵100万，甲战车300只来攻打犹大国。亚述王敢若有58万的军兵而已，所以这个兵力相差太大，非常的悬殊。哦，在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伫咧紧急的时间，伊就祈祷上帝，就甲上帝呼求，伊讲：耶和华，求你，只有你会当来帮助那软弱的，赢过迄个强盛的。耶和华的上帝啊，求你帮助阮，因为阮仰望我靠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个大军。耶和华上帝，你是阮的上帝，毋通互人赢过你。你是我的上帝，毋通互人赢过你。伫咧求上帝的时，伊的祈祷文是讲：你是我的上帝，毋通互人赢过你。哇，这嘛是有咧甲上帝讲，你毋通输哦，这尔哦。咱咧祈祷有捌安尼无？我毋咱即句话会当互咱学习。咧甲上帝求祷的是讲：主啊，你是我的上帝，毋通互魔鬼来赢过你。那安尼，咱事事会当亨通，会当真顺利。毋望即句话也是加做咱的帮助。伫诗篇50篇第15节有安尼讲，上帝安尼讲，并要伫患难的时求告我，我必定要拯救你，你也爱荣耀我。所以亚述王就求告上帝了后，上帝就甲帮助你打败迄个古时的大军吼。可见耶和华上帝看亚述王甲伊的军队是属伫伊家己的吼。我想若上帝看一个人属伫伊的，是咱基督徒最大的福气啦，吼。第三，我要来看吼，先知的教训，吼。上帝的灵感动先知亚撒利亚，伊对亚撒人讲：恁若是顺服耶和华，耶和华必定甲恁同在；恁若是找求伊，必定找得到；恁若去杀伊，伊必定去杀恁。尾啊，迄句话是必定离弃你。哇，这个是很肯定、很有力量的话哈。亚撒王听先知的劝导了后，见到壮大，伊就废除遐个偶像，甲一寡迄个真歹的风俗的习惯，伫耶和华的圣殿的面头前做迄个祭坛。所以因为安尼，真侪以色列人看到耶和华上帝甲因的国王斗阵，所以大家拢我来降服伊。哦，亚撒王伊也将伊的阿嬷吼，迄个马代太后会所去做亚瑟拉这个女神的形象，拢甲讲乌喙，搁再甲伊带迄个吉伦斯的溪边，甲放火烧。因为安尼亚撒王伊的这个得到伊的勇气，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伊就得到很大的那个福气吼，互人真正敬佩。伫阮的破坏教会，家己破坏教会内面有一位姊妹，伊的先生是民间信仰的，伊逐摆拢甲劝诫讲，你着来和阮做来敬拜上帝，来礼拜堂来敬拜上帝。因先生拢置之不理，拢无咧甲信道，他心里很不高兴。有一天，他的先生拜偶像了后，用迄香插伫迄香炉内底，伊挖起当甲背起来，倒插。有气票无？足气票的。吼，阮听着安尼听，大家拢足大个鼓励讲，将香甲背起来，倒插，剩香卡伫顶悬。毋是安尼尔，搁在等垃圾车来的时候，他把那些偶像甲弹落对垃圾箱内，当我车走。安尼真正实在是，大家我第一摆听着，我足激的，哇！这姊妹真正有勇气。伫阮第三小组伊咧分享的是，我看伊小可心内淡淡，因为厝边会甲讲，你都毋惊死哦，你都毋惊遐因咧心内甲你安怎？所以伊心内了那淡淡。但是我甲伊讲，请你看以赛亚书第30章的第22节，以赛亚书33章的第22节，我读互恁大家听啦吼。你爱抛弃你遐个包银的偶像，甲镀金的迄个雕像。亲像咧垃圾物件安尼甲弹落出去，佮讲去吧。垃圾物件，我甲看咱的迄个参考的册，一个
女人的 MC 来遐压榨物件。伊讲，你爱将遐偶像你所雕刻的镀金镀银遐偶像，当做那个垃圾脏的东西，把它丢出去，而且要说去吧，大声喂出去，我不用你带阮这个来听。这款的警察，伊听了伊足欢喜，哦，安尼好，伊愈有信心。后来伊的全家拢来信主，伫阮教会真做一个真有气力的姊妹。啊，各位，我甲各位报告，伊伫阮牧师甲阮宣布讲，阮要买迄个博爱路有3间店面的迄个厝的时，伊就率先第2礼拜摕100万来奉献着，为着土地来献100万。我甲各位报告，伊毋是一个真富裕的一个族人，伊是一个咧做苦工的一个姊妹。当迄个土地师傅当咧贴砖咧用的时，伊就是伫地面上咧赤土、赤暗土，互迄个师傅伫遐咧抹，等砖去咧互伊抹，迄做即款的苦工。伊用劳力所赚的钱、所欠的钱，听着讲教会要来买土地，随着献100万献出来。好，伊的奉献，互阮也真大的鼓励，大家就开始为即个买土地的钱来伫遐奉献。所以，阮真紧就去从迄3间的店面，阮甲买起来，现在成做阮的团契甲教会特殊的用途。这是一个真水的一个见证。后来，阮最近搁在伫罗南那遐有4间的小间店面，那入破坏路，最近拢签约付现金已经付了，阮买起来。所以我的地界即摆家己市，会使讲算平面的地面，大概是比较大的。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这是要扩张上帝的地界。因为阮有这个需要，无阮本来阮行来教会爱对行底入去，即摆毋免对破坏路会当入来。这是一个真水的好的见证，荣耀拢归着阮的上帝。第4样我要来讲阿瑟王的晚年。阿瑟王伫在位35年，拢互百姓伫这个正道上来咧行，真好。但可惜伊无坚持到底。伫在位第36年的时，伊跋倒啊！哦，伊做了2件代志，真正真牛狂的代志。第一项就是我靠外邦的国力，的力量吼。伊做王35年。为主大发热心，所以上帝就予伊国泰民安，亲像咱拍打棒球一样，讲到第3垒真好，特别得分的迄个第3垒。可惜伊到第36年的时，到41年伊过往的时，伊做了无好，当北国以色列来攻打的时，各位听好哦，北国以色列。攻打南国犹大国，兄弟相争哦。竟然是一批以色列人哦，北以色列来攻打南犹大，都是犹太民族。这互咱看讲，兄弟之邦竟然也是互相残杀、互相攻击但是伊安尼时，伊无求上帝，伊煞将迄个圣殿内面的金银，甲王宫内底所有的财物收咧，去拜托迄个阿兰王。阿兰就是现在叙利亚国，拜托因来甲伊帮战，结果阿兰王来甲帮战，也是没有打赢，所以迄个先见亚尼亚汉尼亚吼，伊来甲责备伊讲，你做这个代志是毋对的但是这个国王煞无法度听人的劝解，恼羞成怒，拢甲关起来，从这个。迄个哈拿尼这个先见，甲关伫监狱内面，就正像迄个阿撒利亚所讲的讲，伊既然气杀上帝，上帝必然也气杀伊，所以他晚年就不好了咱来看咱可能看到热心的基督徒，因忽然间为冷心倒地会跋倒这是为什么原因？因为人是软弱善变的，遇到逆境无顺利的时，就灰心丧志，就底下灰心丧志。但是咱的上帝是信实，永远是不变的。咱若无仰望上帝，敢若求助于靠人，也是要靠家己
就表示咱的性命已经走下坡了，我们的灵命已经走下坡。耶稣王的这个经历，会当互咱讲做真好的警醒，很好的警醒哈。第二，伊就是找求异邦的迄个巫医来甲医治伊的骹的病痛。亚撒王伫做王第39年，伊患着严重的脚病，严重的骹病啦吼。伊无去找求上帝甲伊医治，伊反倒转去找巫医。各位兄弟，伫当时的环境，医生毋像咱即摆医生遮好。当时迄个巫医，咱也伫电视上有看到讲，非洲遐原住民伫遐安尼跳来跳来跳来，迄拢是咧巫医，甲咱民间信仰当机咧跳，也是足成即个型的，吼，用迄个巫医来治伊的骹。我看遐个补助书，讲到底亚撒王伊的骹病是啥物病？注解册拢无写，连都有写讲，有时上帝要惩罚一个人，他是用警戒的，用一病痛、患难来甲磨练、来警告咱。所以亚撒王没有体会上帝的警告甲责备，才会对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人，沦为上帝所遗弃的人。就亲像讲，你跑到第3垒了，没有跑回本垒得分，这样的想象，就是款的情形。哦，这互咱学习就讲，咱的上帝是如何来专心、来束缚专心挖苦伊的人，甲刑罚遐个背弃他教训的人。特别是咱年岁较侪兄弟姊妹，特别看到这的时阵，咱互咱更加爱警醒。有时咱信仰真久，可是到达晚年的时爱细致。咱的言行举止更加爱细致，人学的亚撒王到年老做王这个特别过用以前，哇，煞离开上帝，那这个真的是太可惜了。所以亚撒王的伊一生的成功甲失败，叫做互咱真好一个帮助，互咱真好的警醒。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爱每天要勤读圣经，虔诚来祈祷。甲上帝，咱来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生活伫主的光的内面，灵命才会当得到有迄个敏锐力，才会当伫信仰的道路上，若发生行偏离的时，也是灵命软弱的时，咱会当随时会当悔改来归向上帝。那么，若安尼时咧，那上帝丰盛的恩典一定会加互咱，互咱会当凡事兴盛亨通，伫末日。成做一个走回本类得胜的一个基督徒，就是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透过亚撒王一生的事迹，来互阮看起虔诚敬拜上帝，带咱人民敬拜你，遵守你对我诫命，除偶像，主你就互伊国家太平，被打败迄个国失人。可惜伫晚年伊背弃上帝，无追求你，以致上帝你也是。离弃他，伊一生互阮真大的学习甲警醒，求主互阮时时拢记得亚撒王的教训。伫信仰上，阮会当跑回本类来得胜的基督徒，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煞者，我要过来请问大家哈，我要来报告这个基甸的事工，各位兄弟，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我上天的时，有命令伊的门徒讲。恁爱去普天下传福音，互万百姓听。所以听福音，迄个传福音拯救灵魂，毋是干那咱牧师的责任，是咱每一个受上帝拣选、受洗、成做上帝百姓的人的咱的责任。所以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责任。目前咱台湾这个社会道德真败坏对了。咱每日拍开电视、掀开报纸，所看的拢都是迄个暴力、残杀，还是贪污的即款的报道。台湾人的心灵实在是病甲足严重，只有用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真理，才会当甲医治台湾人的心灵。只有圣经才能够净化人的心灵。咱教会咧传福音，大部分拢是即个教会内面，也是讲伫即个附近的即个社区。但是教会袂当去的即个所在，就是讲学校、大饭店、
病院，也是讲军情单位、家乐这教会袂当去的所在，就由阮基甸会去伫遐分圣经，引带人来信主。所以基甸会甲教会是传福音的一个共同体。阮基甸会是教会宣告伸出去的一支手骨，是伸出去的宝贝，一支手骨伸出去传道的有力的这个手骨。因为阮基甸会员拢是对这个教会来，所以阮甲教会是真正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啊！阮伫遮咧讲的是，毋是讲阮基甸会足有气力，毋是安尼。阮是要用阮的身躯献互主用。咱看，阮的马克就是这个翁啊，土做的器具，人咧也是土做的器具。阮欢喜将阮的身躯献互主来用，为主来做工，为主来传福音，阮来尽阮一分。其实基督徒的本分就是安尼的情形。所以，阮今日伫遮来甲各位报告阮基甸的事工，也就是要欢迎恁各位也来参与着阮这个烧香的这款真适好的事工。伫哥林多的后书的4章第7节安讲，阮有这个宝贝下伫这个下期内面，是要显明这个真大的气力是出自上帝，毋是出自阮。阮有上帝的话，圣经下伫阮的心内，阮就有气力。所以阮用这个标志，正做翁仔点火，做一个阮的标志。各位兄弟，国际基甸会伫1899年对3个人来成立，到即马2001年，2019年已经都有120周年的历史，有201个国家成立这个国际基甸会，会员拢总大概有30万人。它是一个超挂牌鼓励基督徒参与侍奉的一个国际性的事工团体，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来整上圣经，带人来信主。咱台湾基甸会咧已经成立63年，有兄弟姊妹有63个，姊妹会有61个，共同拢总有3248个人，在基甸会员108年，阮预定要赠送50万本的圣经，印圣经的费用要2000万块，2000万元各位兄弟有当时你看出来是讲，恁送遐侪圣经出去有没有果效？我要甲各位报告。根据以赛亚书第55章第11节，他这样说：“我的话就是这样，我的话从不落空，是要成就我的计划，要执行我的旨意。”保罗也是伫个哥林多的前书3章安尼讲：“我栽种了，阿波罗压水，独上帝给伊大长。我浇灌，我栽培栽种了，亚波罗浇水了，唯有神叫它生长。”阮就是咧做这个亚种的工作。牧师伫遮咧讲道，就是拢咧做施肥、压水的这个工作。当时布艺生长，上帝的时间，咱无得掌控。神的时间到的时候，这位兄弟就自然就会来信主，好吧？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阮是咧做这个亚水、压水的这个工作。基甸会会员就是咧上圣经，就是咧做这个工作。阮上帝话安怎讲，就上帝就会成就到安尼。你看，阮每一年，阮拢当人民摕着阮的圣经，因得到感动来信主了后。有诶来敲电话入来阮总会，有诶会写批来讲，阮因为你的圣经，阮得到救，得到福音，得到救。这逐年拢有印一本的见证集因为足多所以我给他写一本。另外，我有写一本，这伫饭店里面的一封信，饭店内面，阮拢会去遐写迄个圣经。所以你才要拜托各位，恁若去住饭店。请问你甲先处理看卖，若是无系圣经，拜托恁敲电话互咱基甸会长，对一间迄个旅社内底没有圣经了，还要去补，还要去补这个圣经，那这是咧免费互人家要客，所以无诶是爱紧互阮知影，这就是人要去遐自杀，结果无自杀，自杀无成功，以为看了抽屉有一本圣经。他看完了以后受感动，就不自杀了，他就变成一个基督徒，
他所写的一个见证，非常好一个见证。但是阮看到讲，迄个去教会见证的是有人接到这个圣经来信主。伫民国就是旧年啦吼，我9月初我去伫迄个灵粮堂嘉义荣光堂，伫遐做教会见证了后，有一个姊妹来甲我讲，我就是因为你们所圣的圣经而全家来信主。当阮拄着看到即款的情形，我足欢喜。但是咧，我较重要是安怎？是阮要来伫咧服侍的过程中间，阮所经历的挫折、的失败，来明白上帝的应许甲信实。甲兄弟姊妹，大家彼此同心合意，伫遐咧侍奉的是，阮所安尼会当经甲说认捌咱的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我甲各位报告，经上圣经毋是遐得容易。去年伫全国的灯会伫嘉义县破处伫迄个祥和新村迄个所在，伫遐咧讲赛迄个伫遐办灯会，我们纪念会在那边设一个摊位。阮住迄个庄教区。阮圣经摸咧，常常看注意伫拜遐个神明的出来的人，真虔诚，一本好的册送你，愿主耶稣保守你，祝福你。有诶欢喜客去，阮足欢喜。但是我甲各位报告，送10本，9本拢无要客，有9个两面无好看面啊，袂好诶，有诶面足结甲歹看诶，歹势，安尼，无要紧。你客去，祝福是你的，祝福是你的。你无收，福气由阮客倒来，无要紧。纪念会员大家拢面皮足厚，因为阮已经拄了这款的代志哦，已经惯势啊，所以我们已经都训练了勇于被拒绝的这种勇气。我想，咱的会长上帝有这个感受。当阮出去咧上圣经，人无欢喜去接受的时，迄个歹看面互阮的时，阮拢吞忍起来。无要紧，上帝咱会祝福阮，阮哪做哪甘甜，阮欢喜做甘愿受，就是纪念会员的最大的特征就是这样。我们不怕失败，我们就是在没有的地方创造我们的业绩出来，伫无的荒芜的所在，变做阮伫遐上圣经领带人来信主，这是阮纪念会最大的荣耀要归给上帝的地方，也是咱直接报答上帝恩典、上帝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是要甲各位报告，一年2000万的这个费用，那干那由阮3000多的人的这个纪念会员来负担，真正是力有未逮啦吼，无够迄个气力啦。所以阮就1000万由阮这个会员来负担，另外1000万由阮的兄弟会员到各教会去做见证，伫遐来呼吁，大家为了阮的印圣经的费用，大家多多来奉献。互阮有够额的经费，印圣经来分互这特别信主的人，这是阮真大的迄个目的，就是讲，互阮较有迄个经费来印这圣经。佮最后是爱希望各位会当为阮的事工来为阮祈祷，因为恁的祈祷是托住阮的气力，吼。阮就期望希望阮这个事工，恁若就有认同，足好来参与阮的弟兄。桃园教会是阮中华民国台湾上大的一个机会了，有27队的夫妇在桃园教会，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大不了。我说非常感谢我们桃园地区在兄弟姊妹这样热心来参与阮纪念的事工。真的，我听到27队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这个真的相当不容易。有的智慧还到没有27个人。一个教会就有27队，相当荣耀上帝的代志。所以我希望咱各位伫咱咧迄个时候，阮所咧印的圣经的内容，我甲各位介绍。这个细本的，这个是印尼的，这人阮咧印互迄外路印尼的。这个是泰国的，这个泰国的。这个是别的国家外劳，现在台湾很多。我甲各位报告，台湾现在的外籍新娘多少？超过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总人口数。刚才那个外劳来家常常变得互咱带的新娘哦，台湾水的外籍的新娘的总人数超过我们台湾原住民的总人数，多不多？太多了。所以
我们现在基电会也在印这个泰国的、印尼的，啊嘛有这款，这本来是对马来西亚对不起哈，我袂记哩哈。这种类的，啊，这个写了就是复述圣经哈，啊，这款的迷彩哈，这就是送给部队哈，一般学生都喜欢这样的那个圣经。这个小本的一本，因为费用工本费是50块，所以。咱落地电脑100块，你忙随便哇，那个没有什么，100块这个可以印2本，会当救偌侪人，救2个，上少2个人，吼、哦，伊老咧看，伊搁摕到因兜搁看，哦，搁较侪人吼、哦。啊，这个就是100块就来印1本，这就下伫你写，也是迄个咱有一个福音据点，吼、西药房，我拢用这款咧摕伫遐咧烘课。啊，这款呢吼，中英对照的，这拢是迄个大专学生。啊，甲外国人啦，带你写，他们很喜欢看这个。这一本就80块尔吼，啊，所以这些物件就是拢阮咧做的工作，不要紧吼。这安尼就是讲，那各位来会当用10本、20本，成做一个方言的单位啦吼，来为阮的经费来互阮支持，互阮更较有气力、有经费来印较侪圣经，带人较侪人来信耶稣基督吼，这是阮最大的期待。也是最大的目的吼，所以阮就毋茫讲，咱的兄弟吼，啊，我们也是期望这个，主耶稣要我们去普天下传福音的这个指示，能够激励我们，哦，让我们有火热的心，用我们的心做祭坛，用主给我们的爱做火焰。以我们实际的参与宣扬上帝福音的行动，成做是一个芳芳的祭，通互主得到荣耀，得到荣耀伊的名。华呢是咱希望咱基电会要印圣经的这个需要，成做咱各位在座兄弟姊妹的祝福。最后，搁一遍甲各位兄弟姊妹多谢，感谢恁的支持甲捧场，多谢，谢谢，祝福所有恁。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圣诗184首，圣诗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上帝疼痛，哪会遐大？咱起立，咱来唱全首。
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咱请李正执事、张春莲执事。我来报告，的大声，咱来看咱今仔日的金句，伫周报的上后页，我来念一解，咱三个来念两解。恁甲耶和华伫地，伊也甲恁伫地。恁若找伊，伊要互恁找着；总是恁若去杀伊，伊也要去杀恁。历代记下15章第2节，来。历代记下15章第2节，恁甲耶和华伫地，伊也甲恁伫地。恁若找伊，伊要互恁找着；总是恁若去杀伊，伊也要去杀恁。历代记下15章第2节，咱先开周报第1页。郑州的聚会，以及咱8月份的中日，滇州、咱陈敬州、吴文仁、陈秋信，搁来咱服侍内容，咱家己来看。咱周间的聚会，咱安怎家己来看；教育部课程，咱安怎家己来看。咱先开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伫咱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家庭的顶面，咱由咱周报遐，咱家己参与。奉献的明细，若是无清楚的，咱会当找中级经证。咱来先开第5页，消息的报告。本主日8月25。是基甸会主日，欢迎基甸会刘上川长老前来分享，请为这个事工关心甲代祷奉献。刘长老伊是基甸会主日的讲员，
伊的资料伫服侍公职职务是邮政总公司家己稽核团主任稽核。教会资历伫家己中会财务部长、甲总会财务委员，家中的商联部长、总会商联商务委员，另外伫台南新学院信徒神学系毕业。以上咱伊会互伊清楚，伊嘛是家己博爱教会长老，嘛暂时是台南看世界教会老牧师的爸爸吼。以上，咱牧师长老娘嘛有来伫咱中间，咱介绍一下。第二，咱欢迎复兴乡原民儿童合唱团前来本会献诗，请为这个事工来代祷。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欢迎你们。好，坐下。哟，谢谢。有活办咯，有活办哦。好，咱第二场礼拜报告结束了后，免举行主日学的毕业典礼，毕业名单互咱家己来看。请伫会集的会员，伫今仔日上午11点的时阵，将咱的中职预选票投入4楼的电梯边仔迄个投票箱。11点进前，差不多了啦咱拢爱投入去上午11点半，伫7公里会议室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下主日9月9月份伫月中职长老陈祖德、执事莫桂英是拜六，礼拜先是感受节。第二场礼拜举行新任行年度首长就任，请下类的水长来出列。一起要举行嘛？要举行嘛？主日学校长后礼拜后礼拜。下晡2点，伫7公里召开9月份定期的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会。第四，公布中职候选的名单。教会消息，伫9月15下晡半年受洗开课，要受洗的兄弟，请到办公室洽谈报名。伫以日期由牧师带领领受呼召甲训练。请各团契甲同工做伙配合造就，对象是全体中职各区邀请的同工甲关心的会友。伫这个日期9月初8、10月初6、10月13，搁再确认11月初3，时间是下晡1点705教室。具体的消息，本会刘文香姊妹伫8月18上午10点50分蒙主温调。愿主安慰遗族，请为预备事项代祷。个别礼拜时间安排，下面咱日念的火化礼拜是8月25，伫今仔日的下晡2点，要伫桃园殡仪馆思源厅来举行。安慰礼拜8月27拜二，就是暗时7点半，要伫咱桃园教会改做6楼的副堂，第三，个别礼拜8月31拜六上午9点，伫桃园教会4楼礼拜堂。安迪礼拜伫8月31中昼12点，金山平安园。咱的公布拿要去的车辆已经满了但是总是咱会当自行开车的人前往的人员，咱换伫4楼的公布拿来登记，因为咱来备办迄个伫迄个餐厅的备办的桌。所以讲，咱若自行家己要去的人，完了就爱报名伫遐来登记，再来教界消息，双联团契参与新德中会事工部举行台东布隆南会轻松的3日郊游的兄弟，伫9月初4上午5点40分伫教会集合，因为咱6点准时要出发，并且
随身咱爱大个遮个物件，包括伫咱药啊，也是啥物货，咱需要用到的，也是咱迄个泳衣，咱拢爱扎。过来就是新的中华少年事干部中央敬老感恩礼拜，要伫10月17来举行。报名费每一人400块，伫9月22早止。地点是伫来福星餐厅，桃园市八德区东阳街276号。因为报名了后，咱才有法度通好来预算咱的倒数所以讲咱还爱紧报名。请蔡素莲姊妹也是杨竹华执事来报名好，以上请牧师主日咯好，即摆咱咱要举行主日咯毕业典礼，毕业名单，来咱请老师来报告。测试。各位会友平安。今天是我们主日学的毕业典礼。那我们毕业典礼从幼儿 B 班、A 班、国小班、国中班到师范班。那每一个年龄层，我们都会给他不同的圣经的教育。那也感谢各位会友的关心。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升级典礼。等一下我们会由他们本来的老师带进来，然后我们会让升级老师带出场，然后也请牧师能够为我们去做祷告跟颁发一下证书。好，那我们现在先从 B 班开始。好 ，B 班以柔，来，张晨、以乔，好，一晨，好。那这是我们的 B 班的小朋友。谢谢。好，好，再来是张晨。好，再来是以乔。好，这是一晨。好，我们请牧师帮我们去做一个。好，喂，好。虽然这4个小孩子目前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啦哈，但是我们还是咱做用祈祷来来祝福哈，咱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这个细囝自细汉会当伫教会内底领受上帝你的祝福，通过这老师的陪伴，分圣经的真理，都通过耍游戏的方式来教导。一信仰，或者会尊敬，主上帝感谢你，也求主继续互因自煞尾的路程，不管是学校、一家庭，还是一教会，拢得到真好的教育甲陪伴。主，愿将这囡仔交到伫你的手，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咱拍谱啊哦！好，我们请 A 班的班主任。将 B 班的学生带。那我们现在的是幼儿 A 班的小朋友，好，我们是张彤、郑宇跟义翔。应该是。好，果然要上小一的稍微懂事一点点，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啦哈。好啦，咱小共款，但祝福祈祷，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这点通过是教会啊，这个毕业典礼，
表示讲伊要离开幼稚园，进入国小受教育的即个阶段。主上帝感谢伊，感谢你，互因的身体也愈来愈大汉。总是阮向你恳求的是，因的心灵、属灵的性命，嘛会当愈来愈进步，愈来愈成熟。愿主上帝，互因不管是一学校内底交到新的朋友，面对新的这个知识的充满，也求主，互因的信仰会当愈来愈加添，愈来愈进步，愈来愈成熟。嘛知影通好来听有大人所讲的话，啊，友好爸母，啊，尽忠嘛是教会内底一只来服侍。主上帝，阮将这个囡仔交到你的手中，求你来引带，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咱大拍破大鼓励。好，这是我们国小毕业的小朋友艾瑞。为什么你就有特别这一段？好，我们一样给他祝福祷告，咱来祝福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爱瑞伊完成这个国小的这个教育，这个程度。主上帝这点，伊要来进入这个国中的这个教育。主上帝恳求你帮助伊在国中这个新的环境，拄到新的同学，交到新的朋友，面对新的这个知识要领受，要去来面对的时。主上帝，你的智慧、你的气力，拢甲伊三个地地，也愿主，互爱瑞，既然进入国中的时，因就要进入这个少年团体，来接触这个青少年、这个大哥哥、大姐姐，也愿主继续帮助伊伫教会内底，会当愈来愈成长，会当愈来愈捌代志，早一日会当有勇壮的身体、成熟的心灵，伫教会内底来做伙来参与事工。主上帝，阮将爱瑞全然交到你的手中，求你来亲自引带，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小人款来拍破啊，大鼓励。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然后这是我们国中班的毕业生甜蜜跟冠伟。好，这是要从国中进入高中哈，我们一样来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因这两人会当对教会国中的这个班级来毕业，这点因嘛实际上要进入这个高中的阶段。主上帝，阮知影讲，在台湾高中生的这个课业非常的重，大家人压力拢真大，所以阮真正特别恳求主上帝，互因两人拢有对你遐来智慧、知识，嘛有勇壮的身体，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这个中间拢通顺遂。主上帝，阮将因这两人，不管因是去到对一间学校，面对什么款的老师，还是拄到什么款的同学。主上帝拢有你的保守、甲引带、甲因三个地地，也愿主，互因一教会进入这个青少年团契这个阶段，嘛有主上帝你的祝福、你的平安、你的守护，甲因同在。阮将因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亲自引带带领，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小共款来拍爆啊，大家鼓励。然后这是我们师范班的老师，敏柔跟庭轩。好，这个是好了，打到这里就好了。来，
师范班就表示说他们高中毕业要进入大学了嘛，对不对？那完成师范班以后，就是说也要进入主日学，要担任师资了，对不对？都不想回答我，没有错，就是这样啦哈。好，咱想想看，为着咱这两个青少年来咱记得，咱最后来祝福。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教会看到儿童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因有因无共款的面容，有无共款的年岁，有无共款的表现。主，阮看去讲，这师范班毕业的青少年，愈来愈成熟，愈来愈捌代志，嘛愈来愈勇敢，伫这教会内底来担任济服侍的这个单位。主上帝，阮感谢你。总是因要进入这个大学，这个新的环境。主啊，阮知影讲，伫台湾，也是讲伫这个世界，因会面对济的试探甲引诱。主上帝，恳求你的神，甲因三个伫地，将你圣经的真理藏伫个内底，成做因的准证，嘛，互因用心一因目前的这个课业，会当互因好好来学习，好好来成长，未来成做教会。也成做社会真大的帮助甲祝福。主上帝，阮将这两位也要进入大学或者的青少年交托伫你，求主你亲自来引带大因带领。阮安尼向你仰望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倒一届大因拍破，咱大因感谢甲鼓励。各位兄姐，大家平安。今仔日助理学校长有服侍时间，无法度伫遮，我伫遮代表助理学邀请大家带恁的囡仔来助理学学习，互因认捌上帝，认捌耶稣，成做因一生上大的祝福。好，各位兄弟，牧师直接做介绍以及补充报告。直接有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一位兄弟林志德、民世德兄弟，刚好是咱的中间林志是这个顶悬5楼这个副长的所在。欢迎你，好，请坐，谢谢。毋望咱今仔日第一届来到咱中间兄弟姊妹，无客气，是等下礼拜结束了后，来到6楼副堂，直接来享受爱餐，嘛是这中间会当来3交杯。是透过周报第5页有讲到这个具体的这个消息。对今仔日下晡开始，到是这个拜二，甚至是拜六，有对来送别这个刘文香姐妹或者的丧事的这个礼仪，愿主上帝继续来保守看顾这个家庭，也愿咱用关心啊大道来陪伴这个家庭。以上，牧师直接做补充报告。这是咱的上营第386首，上营第386首。天下万般万国万民，咱三个起立。咱做人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帮助阮，会当常常祈祷、仰望上帝，相信上帝带领，对这点坚持到落尾。阿门。
咱地甲木岛。咱要来举行平安礼，大家起立。